长夜来思阿莲，真啊真思念。大阪啊有三妹，大阪啊有三妹，大阪啊有三妹，大阪啊有三妹。大阪散妹嘛意思？冻酱是印尼客家人讲音大阪冻酱的意思啦。印尼传统的歌词啊，四连歌第八度的歌词哦，又重多。失恋歌不是失恋歌哦，四连歌是一条动强快、动强爽的歌曲。根本嘅，印尼强下来用乌克丽丽来弹奏、来唱两条四连歌。要从根本嘅歌曲以前呢，印尼先来一本手机痛一下。按用手机掌握片头哦，运动一下，暖身一下，做一点伸展操。我们来爬格子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我们的大拇指顶在我们的琴颈，顶在这里。那随时移动，比如说你觉得手指推不够出来，就把大拇指往下移一点点，这样子，就可以推出来。再来呢，看到我们的右手边的大拇指，平均的来拨我们的弦，用指腹的地方，指腹就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来拨我们的弦，这声音才会漂亮，才会清亮。平均的拨它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大家有看到我们的上面的指板上面呢有亮亮的东西，这每一条这叫做琴眼，那每一个这个都是琴格。好，每一格都琴格，第一格、第二格、第三格、第四格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做我们的暖身运动，爬格子啊。首先把食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一格，用右手用大拇指轻轻的拨第一弦。第一弦就是最下面这一条弦，下面数上来1、2、3、4弦。好，第一弦第一格，再来拨我们的第一弦第二格，用中指。接下来呢，用我们的无名指拨第一弦第三格，接着是小拇指拨第一弦第四格。好，轮着顺着来哈，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弹第二弦，第一格到第四格。接着第三弦的第一格到第四格。再来就是第四弦最上面的这一条弦哦，1到4。好，按用同奏多做几次，我们就可以获得暖身的效果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来练习今天的新歌喽。今天有弹唱的歌曲是动饭戏哦，气氛非常好的四连歌。四连歌我们是印尼传统小调大家动熟识也很喜欢唱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唱起来一定要高亢啊，不然没有那个氛围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会使用到的和弦。第一个 C 和弦，哇 ，C 和弦几乎是这个乌克丽丽节目里面必看到的这个和弦，因为我们把和弦做了很多的简化，让阿叔、阿爸、阿妹哦在家里可以简简单单的练唱啊，也好好的弹，可以简单的跟我们的传统歌谣一起来伴奏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和弦 C 和弦哦，第二个和弦呢 F 和弦。好 ，F 和弦还记得吗？中指按在第四弦的第二格，食指按在第二弦的第一格 ，F 和弦。好，第三个和弦鹰爪弓，还记得它吗？鹰爪弓。好，用你的食指按着第三弦的第二格，中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二格，无名指按着第二弦的第三格，一个非常明亮的和弦。你有看到吗？拨下去的时候，看到前面有未来吗？ G 和弦，充满未来、充满希望的一个和弦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和弦就没有那么开心了，它叫 A 麦，有故事的和弦，哀伤、小明，就是这样的和弦。把中指呢按在第四弦的第二格，轻松的弹拨。不过呢，就像我说的，为什么这么明亮、这么快乐的四连构会有 A 麦这种歌曲呢？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嘛，不可能永远都快乐，要有一点点哀伤，调剂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来唱这首失恋歌，练习一下哈。好，来一点前奏，我们右手维持4下，好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
的节奏，好，继续保持哈。来，前奏来一点点哦。长夜来思恋，真啊真思恋。哦，这一段呢，正月来思恋，真啊真是长夜来思恋啊，真啊真是恋哦。好，这边都 C 啊，长夜来思恋。好，这边都一个 C 和弦。长夜来思恋，就4下，再一次哦。长夜来思恋，哦，真啊真思恋的时候呢，换一个和弦 ，F。真啊真是恋 ，F 跟 C 哦，真啊真是恋，这个组合也蛮常看到的 ，F 换到 C 哈。好，接下来呢比较简单，我们是哀怨的朋友 A 麦，好，打扮啊有什么？打扮啊有什么？哎呦，其实说到哀怨，奇怪，打扮又什么？永伴有那么哀怨的感觉呢？不过刚好在这个地方，他做了一点点调剂，我们。把中指按上来 ，A 麦和弦，重复唱一次哦。打扮啊有什么？打扮啊有什么？哦，重复一次，然后都是 A 麦和弦。好，下一段呢？打扮什么？什么个新年哦那？音非常高，可是要开心，一定要唱得很高亢，所以我们要跟下去。但是都是 C 和弦，非常的简单。把无名指按在第1弦第3格，哈。打扮什么？不是，我要唱高音啊！打扮什么？什么个新年哦那？哦，到这边哦，都是 C 和弦。爱悠悠的悠。哦，再一次哦。那爱，打扮什么？什么个新年哦那？哀的时候。哀的时候要 F 和弦，哀，好，悠悠的悠吼，悠悠的悠 ，ending， 这就是我们的4连构。好，我们把刚才肢解的和弦，我们全部把它组合起来，一起来唱一次，好不好？长夜来思恋，真啊真是恋。打扮啊有什么？打扮啊有什么？打扮什么？什么个新年哦那？悠悠的悠。哦，俩组系 Andy 根本教场的4连构。好，今天乌克丽丽教室到这里告一段落，你下摆掌位了喽。